强行逆转生死是鬼道，那么我猜你是想以若依的身体重塑你妹妹的神识。仙人所说可是此意？正是。啊！你个鬼仙，竟然要谋害叶姑娘！我便是要谋害你们幼奴怎样？尔等见仙人，当跪！若依，若依，若依！强入逍遥天境，很好。还有更好的！可惜，终究是太晚。放了他们，我跟你走。不要威胁我。这些人对我来说无足轻重，我们走。